Hello，大家好。今日就好多謝啦，先多謝大家嚟到呢個中文直播間啦。今日有我啦，有我同事 Nicky 紅姐。喺美股方面咧，我哋亦都好榮幸咧，請到咧就 Gary Sir 梁偉基先生 TF3嘅創辦人同埋資深美股專家。先喺度咧，今日大年初七啦，先喺度咧同大家咧講句咧就恭喜發財啊！馬年大吉啦，一馬當先，馬到功成啊！兩位嘉賓你都可以係咯，同大家拜個年啦，一齊啦。Nicky 先啦，好好啊！祝大家龍馬精神，馬到功成啊！我話身體健康，多謝。好，祝大家咧馬上好運，今年嘅股市咧就事事順利啦。好多謝晒啊！今日咧，其實咧就可能各位觀眾頭先都見到啦，個市咧唔錯啊！雖然咧就應該話係新春以嚟，今日就唔係第一個交易日啦。但係咧好明顯咧，即係個大市咧就喺即係朝頭早一開咧就有一個相當唔錯嘅一個表現。嚟緊內地嗰個長假期黃金週咧，亦都就嚟結束啦。北水咧應該咧就好快咧就會重臨翻啦。大市成交嗰度咧應該咧亦都係活躍翻少少嘅啊。咁就或者我先交個波俾阿 Nicky 啊，Nicky 我知道你嗰邊亦都預備咗一啲嘅材料啊，同大家分享下。好啊，唔該晒 Peter 嚇。咁睇翻港股方面嘅話啦，咁其實見到恒生指數咧，今年嘅開年都做得唔錯嚇，就又差唔多即係25,800點啦，上到去28,000嚇，咁回翻落嚟，即係呢排啦，即係26,500啊26,600。咁今朝咧都個走勢非常之唔錯啊，亦都再做逼近翻即係27,000點附近嘅一啲嘅位置嘅嚇。咁睇翻啲恒指嘅牛熊證街貨嗰個分佈圖啦，咁其實大家就可以攞到一個大概個概念，就係投資者而家係睇翻好啲啊，定係睇翻淡少少嚇？咁睇翻個街貨分佈圖咧，恒指牛熊證嘅話咧，咁其實見到主要嘅資金咧都係流入啲嘅恒指嘅牛證當中啊，嗰個比例啊7:8啊喺恒指嘅牛證度，咁只係大概2:半左右咧喺恒指嘅淡倉熊證當中。咁代表乜嘢咧？咁其實即係代表投資者呢一轉咧都係繼續睇翻好港股嘅後市嘅。至於係嗰個恒指嘅牛證嘅重貨區喺邊度咧？咁大家其實都要留意翻啊嚇，就喺26,200點附近嘅位置。咁講緊等同於2,600張嘅期指合約啊，呢個數據都幾高啊，屬於近期呢個高嘅位置。咁所以大家都要提防翻，咁睇下即係個指數衝翻27,000有冇力再向上？如果唔係，有冇機會可能即係可能有機會褪翻去26,200呢啲咁嘅牛證嘅重貨區嘅位置啦。咁至於係市場方面嘅話咧，咁見到投資者咧呢一轉都係主要炒翻個上落市先啦。咁始終大家都會見到個指數又上翻去27,000點嘅位置，咁所以咧指數方面嘅話，咁大家都係攞翻啲譬如恒指嘅牛證，咁攞翻個收回價，咁可能挨近翻26,500點附近嘅一啲嘅收回區啊。咁至於恒指嘅熊證方面嘅話咧，咁投資者咧就會留意翻啲27,500點左右，咁其實距離炒即市嘅話咧，大概300點至到500點嘅收回距離咧，相對就好少少啊。但係如果係諗住做翻一個長線嘅一個投資嘅一個視線嘅話，咁可能大家要留意翻啲恒指認購認沽證咧就好少少，因為始終就冇收回風險嘅。咁睇翻啲個股方面嘅話啦，咁都想同大家分享兩隻嘅股份嘅嚇。首先第一隻啦就係9988係嘛，阿里巴巴啦。咁其實見到近排點解要講佢咧？因為始終喺翻窩輪個資金流方面咧，我都見到好明顯係流入阿里嘅呢個好倉當中㗎。咁過去嗰5個交易日啦，差唔多有成5500萬嘅資金咧係流入阿里嘅呢個認購證啊當中嘅。咁因為始終見到阿里嘅股價由早前高位174蚊嘅位置回到翻去140零蚊啊，咁今日就彈翻上去150蚊附近啦。咁其實唔少嘅投資者咧都係部署緊一啲阿里嘅好倉，搏緊嘅股價反彈，因為始終股價已經調整咗差唔多1成半嘅嚇。咁始終佢喺即係千問 AI 啊3.5亦都最近推出咗個市場，咁整體個成本咧亦都係平過外邊嘅差唔多1/10咁多。咁所以整體嚟講嘅話咧，市場都係會繼續留意翻啲阿里嘅啲嘅認購證嘅產品啦。咁至於喺個產品個條款方面嘅話，咁例如咧可以參考翻隻23843嘅阿里認購證啦。咁行使價大概係200蚊左右，年期方面咧屬於今年嘅9月份到期。
槓桿方面嘅話咧，做到大概係5倍左近，咁都適合翻投資者。如果話覺得呢一轉，都想搏翻阿里巴巴嘅股價反彈，如果用翻正股嘅話咧，150蚊嘅股價咁一手就大概係100股，都成萬幾蚊啦嚇。咁如果你用窩輪嘅話咧，即係小注去入場嘅話咧，其實大概幾百蚊左右就可以搏翻個正股反彈嘅啦。咁另外一隻嘅股份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紫金啦嚇，2899啊，咁大家都即係由舊年開始應該都有留意國際嘅金價嘅走勢啦。咁其實都係繼續喺近期一啲嘅高位係徘徊緊嘅嚇，咁所以都吸引咗唔少嘅投資者咧留意一啲相關金股嘅一啲嘅投資工具當中。例如係2899嚇，咁見到嘅股價啦，今年嘅走勢都唔錯，咁即係由35蚊啦上到去44蚊附近嘅啦。咁係翻啲即係衍生產品方面嘅選擇嘅話咧，譬如投資者咧都會留意一啲譬如紫金嘅一啲嘅認購證，繼續做翻個中長線嘅部署。例如有一隻25735嘅認購證啦，咁行使價大概係60蚊。咁屬於今年嘅7月份到期嘅槓桿做到大概係5倍。咁整體嚟講嘅話，投資者咧呢一轉咧都係主要留意緊一啲嘅落後嘅一啲科技股啦，咁同埋繼續係焦點留意一啲嘅金礦股嘅一啲嘅衍生產品嘅。咁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其實提翻大家啦，都係啲業績公佈期，大家要值得去關注翻啦。咁星期二嘅時候咧，有渣打銀行啦公佈業績啦，咁星期三有匯豐啦、攜程啦公佈業績啦，星期四啦有港交所啦、百度啊、銀娛啊、新地等等嘅。咁所以今個星期咧都係好多嘅焦點係大家值得去關注嘅。Peter。好嘅，唔該晒 Nicky 啊，咁Nicky 頭先都提醒咗啦，業績期咧就馬上就到啦啊，咁一如以往咧就一啲國際銀行股就比較早啊，咁其實踏入3月份咧就大量嘅其他公司嘅業績咧陸續又出啦，咁一般就如果你係譬如 H 股啊或者係中資股咧，就3月中去到3月尾比較密集嘅啊，咁例牌咧就其實業績期嗰度咧就即係都好大量嘅信息啦，當然每一家公司嘅報表啊、財務方面嘅一啲嘅所謂成績單啊各方面啦，咁另外行業板塊嘅一啲嘅因素咧，亦都喺呢個時候咧就湧現翻咁樣啦。咁與此同時咧，其實每年3月咧，亦都係另外一個即係政策面嘅一個好重大嗰個看點，就係嗰個人大政協兩會嘅召開啊。咁今年都好快就嚟緊㗎啦，3月初啦咁嗰度啦。喺以往咧，亦都經常咧就即係兩會期間咧就首先國務院總理會發表一個即係工作報告啦。另外一個咧就好多嘅部委嘅領導啊，亦都借住兩會期間咧，亦都係即係搞一啲所謂即係吹風會啊，咁就會同呢個媒體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嘅參會嘅代表咧進行呢啲交流嘅。咁所以咧就尤其今年呢一屆咧就15嗰個規劃嘅建議就進行一個詳盡嘅一個審議啊等等啦，咁亦都會相信好多嘅。即係無論係政策面又好，或者係涉及嗰個即係各行業啊板塊嘅一啲嘅即係具體嘅，譬如呢個規劃啊，或者係一啲嘅元素咧，會喺呢個期間咧係湧現嘅啊。咁所以咧就各位投資者、各位朋友咧，就嚟緊呢個3月咧，其實咧應該話咧非常多嘅一啲嘅因素咧係將會湧現嘅嚇。咁所以咧就不妨留意。咁亦都希望咧即係個大市借住呢一段嘅時間啦，咁嚟緊。美方嗰邊亦即係特朗普啊講翻啊，亦都宣布咗3月底咧會訪華3日啦。佢嗰邊即係率先宣布咗咁樣。咁相信呢個亦都係中美其中一個被認為咧係一個即係當然啦兩國元首嘅見面會談係一個大事件啦。咁另外咧亦都係中美關係一個所謂起碼出現一個蜜月期，即係話會係比較緩和嘅一個咁嘅氣氛氛圍之下嘅啊。咁亦都理論上咧對個市場咧即係會係較為有利嚇。咁但如此啦嚇。好咁講到嚟呢度咧，或者我哋都知道啊，好多朋友亦都好關心啊，美股嗰邊嘅動向，尤其喺近呢幾個星期啊，即係各種關於譬如 AI 嘅投資啊，好多嘅因素啊。咁今日咧就我哋有啊 Gary Sir 就為大家咧就拆解下美股嘅情況啦。係 Gary 你好啊，係 Peter 你好，係啊，美股嗰邊我就交俾你啦。好啊，唔該晒。嗱，咁我想講下咧，其實都2026年都過咗差唔多2個月啦。咁不如先嚟一個回顧，睇翻個表現先啦。嗱，睇翻美國4大指數咧，今年嘅排名咧就好得意啦。
第一名咧就羅素2000就升咗7.3%，第二名咧就係道指就升咗3.3%，第三名咧就係標普500升咗差唔多1% 到啦，而包尾咧就係納斯達克指數跌咗1.5% 嘅。咁呢個咁嘅排名咧，正正同舊年嘅排名2025年全年咧係倒轉咗嘅。2025年咧表現最好就係納指，跟住道指納指跟住就係標普500，跟住道指同埋羅素2000。嗱，好似我今年年初講過啦，其實今年其中一個市場關注點咧，就係話頭先你 Peter 提到啦 ，AI 嗰個資本投資究竟能唔能夠真係創造到企業盈利咧？呢個係今年一個大嘅一個焦點嚟嘅。咁舊年個市場咁好，特別係科技板塊等等咁好咧，都係因為個 AI 熱潮帶動嘅。咁但係去到今年咧，市場反而咧係擔心 AI 呢件事咧會唔會成為一個泡沫。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嗰個譬如話羅素2000咧，佢係追蹤住一啲中小企本土企業嘅。咁另外道指成分股裏邊咧，好多咧特別重磅嗰扎咧，佢都係因為佢用股價去做加權啦，所以咧重磅股咧都係啲舊經濟股嚟嘅，譬如包括高盛啦係金融股啦，Caterpillar 係工業股啦，另外譬如一間好特別嘅叫 Sherwin-Williams 係做油漆嘅嚇，呢個係一個原材料股票啦。咁另外麥當勞啊，呢啲都係一啲比較舊經濟股票咧，反而咧你見到咧，無論中小企股或者啲舊經濟道指裏邊嘅成分股咧，係冇受影響，咁而甚至領先嘅。相反咧就係話納指咧就墮後咗啦。咁你見到咧，今年個 focus 咧係擔心緊 AI 泡沫呢個問題。其實板塊個表現咧都有同樣嘅情況出現嘅。嗱，年初至今咧最好表現嗰3個板塊咧，即係喺11個板塊裏邊咧，頭一位咧係能源股票、能源板塊，升咗23%，非常之好嘅。跟住原材料啦，就升咗17%嘅。第3位咧工業股就升咗14%。尾3個排名咧，金融股咧就最差，跌咗4%。跟住資訊科技啦，跌咗2.2%。而咧非一般消費品咧跌咗1.6%嘅。同樣你見到啦，舊即經濟嘅板塊咧係跑贏大市嘅。特別嗰啲如果係關於 AI 嘅，譬如資訊科技咧，就大落後於大市啦。嗱，不過呢度講一講啦，其實非一般消費品咧本身做得唔差嘅，但係當中咧有特斯拉呢個重磅股裏邊，特斯拉今年咧跌咗8.5%咧，就拖累咗成個板塊嘅。嗱，金融股點解會做得咁差咧？陣間我會再提到嘅。咁我想再講埋咧，成個行業嘅情況係點啦？其實標普500裏邊咧，11個板塊裏邊咧係可以再分為68個行業，再細分咧157個細分行業嘅。睇翻今年頭3個細分行業表現最好係邊3位咧？第一咧就係嗰啲農業嘅機械啦，升咗42%嘅。跟住咧第2位好特別喎，係半導體材料同埋儀器咧，升咗32%。第3位咧係建築同埋啲工程係升咗32%嘅。嗱，另外尾3位咧最差咧就係一啲應用軟件跌咗23%啦，跟住咧就係呢個廣播業啦，跌咗22%。第3位咧最差咧就係呢個數據處理同埋外判跌咗20%。嗱，同樣你見到啦，除咗半導體之外咧，其他嗰啲咧都係贏嘅行業咧，都係同一啲 AI 唔係好大關係嘅。咁相反咧，有機會俾 AI 取替嗰啲行業咧，就見到嗰個情況咧表現得比較差㗎啦。咁呢個咧就係年初至今個股市嘅表現。好嘅，唔該晒 Gary Sir 啊。咁啊，其實我頭先都留意到啊，你頭先提及咧，就即係同 AI 行業啊關係細啲嘅板塊咧就跑贏啦。咁但係咧就我想問下，點解咧半導體材料同埋儀器啊呢個 sector 咧係反而表現係擺喺第2位喎？Peter 呢個非常之好嘅問題，我都好特別又好有趣嘅，因為嗱一方面我見到咧，今年嘅市場確實咧係擔心 AI 嗰個第一個 AI 泡沫出現啦，第二近排呢2-3禮拜咧係擔心 AI 取替呢個問題。嗱，有幾個 case 我哋分享咗可以明翻少少嘅。最近呢2-3個禮拜咧，有2間 AI 嘅發展商咧分別公布咗啲新嘅發明出嚟嘅。咁其中一間咧就叫做 Anthropic， 咁喺2個禮拜前度咧就宣布咗咧佢發明咗一個新嘅 AI 工具咧，可以插入去佢一個 Co-work 嗰個平台裏邊。咁呢個就係一個法律嘅 AI 工具嚟嘅。咁做咩咧？佢可以處理大量嘅法律文件，做調研，然之後咧將呢啲文件分析，
然之後可以自動草擬翻啲法律文件嘅。咁呢個好明顯對一啲做開呢類軟件嘅發展商咧，就好大嘅威脅嚟嘅。所以你見到咧，一公佈業績之後咧，相關嘅發展商包括微軟啦、Adobe 等等咧，或者 Salesforce 咧，嗰晚係跌得好犀利嘅。咁新鮮滾熱辣嗱，上個禮拜五咧 Anthropic 又發表咗咧，佢有第二個 AI 嘅發明，就係話咧，佢可以做一個網絡保安嘅一個插入啦，落去個 co-work 平台裏邊嘅，咁令到咧即時就係啦，呢啲網絡保安嘅一啲軟件供應商咧，例如話 CrowdStrike 啊、Cloudflare 咧，好受威脅，所以即晚咧就跌咗8%嘅。咁同樣呢個咁嘅取締嘅危機咧，其實喺金融業都出現咗。頭先解釋翻咧，點解金融業咁差，就係話咧，另一間公司咧就叫做 Altruist 咧，呢間金融嘅科技公司咧，亦都開發咗個新嘅人工智能工具咧，係做咩咧？佢可以閱讀同埋分析啲財務嘅文件咧，然後可以做翻一個個人化嘅報稅嘅方案出嚟嘅。咁你知道美國報稅咧係非常之麻煩嘅，你要做用好多軟件去分析嘅。咁但係有咗呢個 AI 工具嘅時候咧，好多呢啲軟件商啦，甚至一啲金融機構，譬如話嘉信理財，佢係做好多呢類嘅一啲財務嘅分析建議俾客嘅。咁佢一出咗呢個軟件呢個 AI 工具之後咧，嘉信理財嘅股價咧係連跌咗2日，跌咗13%有多嘅。咁由107.5個高位咧跌咗13%啦，總市值咧蒸發咗200億美元，其實差唔多成間 Lululemon 嘅市值嚟嘅，好嚴重嘅跌幅。咁因為呢類嘅投資建議咧，其實好容易俾 AI 即係 Altruist 呢類 AI 工具取締嘅，咁所以咧就出現咗呢啲咁嘅金融股咧出現咗個即係下跌嘅風險啦。咁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嗱，頭先講到金融法律呢類嘅情況都好啦，其實佢背後咧 AI 嘅發展依然存在。AI 嘅發展嘅時候咧，依然需要大量呢啲半導體同埋半導體嘅材料啊、儀器等等。咁所以咧呢個解釋咗咧，雖然 AI 好似有淡風，但係半導體呢個原材料咧依然係好大嘅一個需求嘅。嗱，咁不如講埋個策略啦。咁點算咧？面對個 AI 嘅取締風險嘅時候咧，嗱，咁我覺得咧，如果而家大家係即係擔心 AI 取締風險咧，咁就要避免一啲容易俾 AI 取締嘅板塊。頭先提到啦，資訊科技啊、軟件等等啦。咁另外咧，你可以留意翻一啲冇咁容易俾 AI 取締嘅板塊或者行業，譬如能源啦，或者一啲原材料等等啦。咁一個有趣嘅參考咧，其實可以睇翻嘅。2025年第一季咧，其實美國公布業績嘅時候咧，有個分析就係話咧，500間公司裏邊，咁邊啲公司提及 AI 次數最多同埋最少嘅？嗱，好得意啦，提及最多咧，正正就係資訊科技同埋金融板塊。咁而今年見到咧，呢兩板塊表現係最差嘅。提及最少嘅板塊咧，就係一般消費品啦，即係我哋見到超級市場買嗰啲嘢啦，原材料咧同埋工業呢3個板塊。咁所以啦，如果即係家庭觀眾啦，佢覺得咦，我驚 AI 呢個即係所謂 AI disruption 取締依然會存在咧，咁你可以留意翻啲咧同 AI 相關係少嘅一啲板塊嘅工業啦。好嘅，唔該晒 Gary Sir 啊，咁啊的確咧就人工智能啊呢個話題咧，其實就我知道都好多嘅即係元素喺度啦。咁有啲人就話即係一個 AI 盛宴啦，咁亦都有啲好擔心啊，即係未來嘅好多嘅包括你 Gary Sir 你頭先提及取締又好，或者一啲嘅資本開支啊，咁啊可能我哋下次有機會咧再同大家咧就即係做其他嘅一啲嘅分析。咁啊時間嚟到呢度。呢一集嘅中銀直播間咧又差唔多，咁啊節目結束之前咧，我先問下阿 Gary， 頭先講個股份你本身有冇持有㗎？我冇持有嗰啲股份嘅。OK， 唔該晒。阿 Nicky 咧，我冇持有頭先提及嘅股份嘅，唔該。明白，咁啊我本人亦都冇持有上述嘅個股嘅。好，咁啊下一集嘅中銀直播間再喺呢度同大家見面啦，多謝晒。